诗会，主席，刚刚有一个地方练最多次，哪里？在哪里？消毒是一个，对，还有一个32，对，行这个地方，一定要在之前看我，你唱完行才看我，一点没，这样知道吗？好，要在前一个西行的时候看。好，然后最后一面33页，最后这一面整面都看着我唱，可以的话看着我唱，好，可以哈，好，然后47小节到49小节。音是往下走，对不对？所以我们声音的力量往哪里走？往上走。你要一颗一颗往上点，你不要想说你跟他一起这样子的话，反而会掉音。你要跟他反向思考，这样可以吗？哦，好，那就这样子喽。我们准备上去换思考。好。橘色。红色。蓝色。黑色大声一点点。黑色 ，OK， 好。黄色。紫色小声一点，紫色，OK， 好。
各位兄弟平安。咱假期已经过了吼，所以大家恢复事农工商拢恢复正常啦吼。今日天气嘛真好啦吼，真春天的天气已经到吼，所以季节变化吼已经来到春天，所以咱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感谢上帝吼，互咱有一个新的开始。请咱三家头来祈祷。阮伫天父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你互阮有一个新春的过年。伫这个新春过年中间，阮有拄着阮的亲人，阮有拄着阮的朋友，阮也有时间静静来思考阮的下一步。当伫这个新年开始，阮要搁一届伫主你的面前立志。主，求你互阮要来一年，阮搁较亲近你，阮搁较听你，阮搁较听你的声。主，阮即时也要开始阮今日的敬拜，阮也搁一届将阮的敬拜交托伫主你的面前，求主你来引带感纳。即时阮安尼祈祷，拢是用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平安，平安，新年恭喜！恭喜！咱的农历年应该是爱到元宵啦吼，所以即马嘛是个过，嘛是个咧过年吼。虽然是讲假期已经过啊吼，伫头一礼拜，假期过的头一礼拜，咱阁会当伫礼拜长伫遮3件，真欢喜吼。所以咱提醒咱来学到咱的主，来唱哈利路哈利路亚，咱来学到主吼，来。我唱哈利路亚，主是我命。我唱哈利路亚，主啊我当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求主甲我当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唱哈利路亚，主是我命。我唱哈利路亚，主甲我当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求主甲我当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请兄弟来。同齐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求主甲我当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求主拢无惊。请姊妹，我唱哈利路亚，主是我命。我唱哈利路亚，主甲我当行，同齐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求主甲我当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求主拢
哈利路亚！咱感谢主，伫今年开始，愿上帝拢甲咱三甲同行。好，咱来练咱今仔日的615首，伫主内面有喜乐。第一节安尼讲：伫主内面有喜乐，咱就甲伊结连；伫主内面有平安，咱就甲伊结连。虽烦恼苦楚我，亲像针在插，踮伫主，咱心内充满大喜乐。咱同齐来念第二节、第三节，好无？来，请。伫主内面有真爱，咱就甲伊结连；伫主内面有五望，咱就甲伊结连。大风雨随冲狂，那海涌地破。踮伫主，咱心内充满伊平安。第三节，伫主内面有活命，咱就甲伊结连；伫主内面若落远，咱就甲伊结连。虽受灾祸中，亲像但以理，踮伫主。咱心内充满主活命。伫腓立比书安尼讲，恁爱靠主常常喜乐。我阁讲，恁爱喜乐。保罗劝勉咱踮伫主内面靠主，咱爱常常喜乐。重要是咱的活命爱结连伫主，吼，咱的活命结连伫主。所以咱三节咱拢来唱，哪唱咱来思想。作者伫写即个首诗，吼，来。来，伫主内面有喜乐，咱就甲伊结连；伫主内面有平安。请咱过来献开241首，241首，咱就感谢上主至大。咱唱第一节、第二节就好。感谢。
时到这，请咱闭眼心来做礼拜。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永伫地。为着耶和华的慈爱，甲伊对世间人所行的奇事，愿人拢学乐伊。下面咱三甲来吟诗，圣诗第241首，恁着感谢上主至大。恁着感谢上主至大，慈爱永远伫地。开义的门，互我滚我，虔诚感谢献祭。咱恁着感谢上主至大。
请坐。下面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伫周报第7面，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人来受苦，顶世界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全能被上帝大平，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下面咱三个来启用，启文第63篇，启文第63篇，就是诗篇来书第11章，第1115页。启文63篇，希伯来书11章，显着咱三个来启用。神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对神，咱知宇宙是对上帝话创造的。对神，阿伯对比该阮献较好的祭物予上帝。虽然阿伯已经死，对神伊落无经验死，受牵线去上帝遐。伊落受牵线以前，已经互上帝认定接纳。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对神，那对又要看到的事，有听见上帝的警告。对这个神，伊定世间人的罪。对神，阿伯拉罕，对这个神，对神，阿伯拉罕受调去伫要承受做产业的地时。这个人通过因的信，拢得到上帝认定接纳。伊的旨意是爱这个人，甲咱有份伫这个安排。下面咱三角额头来祈祷。听谈咱的爸，阮的爸，上全能的上帝，感谢你赐阮今仔日有好的天气，来三甲组织来敬拜你。感谢你，互阮众人伫过新年的期间，毋管是合家团圆、探访亲友，也是去旅游等等，拢使阮平安转来，逐人的工位，继续跑走咱头前的路。伫新的一年，我嘛选出新的总统甲新的国会，求你互新选出的人民的仆人，会使行公义，尽人民的心，为着国家甲人民的利益来做代志，
毋是为着个人甲政党的利益放伫头前，嘛保守台湾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甲安全拢得到主你的保守。我嘛为着教会有病痛、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祈祷，求主看顾医治。有住院开刀的会友，拢有主的同在医治领教。我嘛为着阮有新选出新的一届长老、执事、团契的会长、圣歌队队长、敬拜团的团长、团契的辅导等等的同工祈祷，求主互遮个同工伫工作、生活甲服侍的顶面，拢会使有一个平衡，有喜乐平安对主遐来。主啊，虽然这世界变化真紧，明仔载要变到安怎，我毋知。阮敢若知影，啥物人掌管阮的明仔载。求上帝坚固阮的信心，互阮袂惊吓。求你随时互阮知影，主你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力量，是阮患难中的帮助。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有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小事愿平安。咱三甲来读圣经，咱要读2位的圣经，伫路加福音第1章35节甲23章22节甲25节，伫圣经的第64面，路加福音第1章35节，天使应伊讲。信心要领到你，至源的权能要指引你，所以对你生的要称做圣，做上帝的囝。下面咱阁来献到第23章，是第100面，第23章第22节。彼拉多第3摆对因讲，是怎样？伊有行啥物歹？我看伊无一项应该死的罪，所以要拍来投放伊。第23节，因大声迫切，求定伊伫十字架，因的声较赢。第24节，彼拉多依断。照因所求的来行，26节就投放因所求的迄个，为着作乱、煞杀死人、怪路假的，将耶稣交因来顺因的意思。下面咱请圣歌队来献诗。就用心来听。
下面咱请李传道来为咱讲道，道成肉身的上帝。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搁甲大家讲一届新年恭喜。伫讲道的进前，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互阮伫这新春的过年的中间，搁一摆在自己伫遮做伙来领受对你来的信息。求你来帮助阮开阮的心，互阮会当来领受你所要教导阮的信息。看顾保守阮，互阮讲的甲听的，拢伫你圣灵的引带内底得到帮助。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大家有介意过年？有吗？有吼，我嘛真介意过年。这是我第一摆伫迄个台北先过年，然后还有返乡的迄种感觉。因为我以前拢伫高雄咧过年，所以这是第一届的经验嘛，真趣味。啊，其实有一站我足讨厌过年的，恁敢知影啥款？为虾米？你最近对，差不多。最近有伫网络顶面有讲一个叫灵魂拷问啦，就是讲吼，你若过年回去吼，亲戚朋友就甲你讲，哦，啊你今年年终趁偌济？啊，今年要娶某啊未？哦，有啊，要娶。嘿，就开始有侪的问题要甲你问，甚至讲啊，头路即马怎？啊，一个月偌济？哦，啊是你是做甲对啊？哦，好，你家在即马大家拢知影我做传道吼，拢无人会问。其实有一站我当咧敲找我人生的目标的时阵，我足讨厌过年的，因为我逐摆回去，我拢毋知影要甲人交代啥物。我逐摆回去，我就爱想一套足完整、有系统的一个解说，想要来互遮的人了解讲，哦，即摆我的现况是怎样。所以大概其实迄几冬的过年，我拢真无介意，等于到厝内甲大家过年安尼。伫即中间，我嘛咧思考讲，到底啥物款的人生，才是合伫即个社会所期待好的人生？然后我阁想着讲，若是安尼，耶稣伊的一生，敢是合伫所有正人的期待，也是正人所认为好的人生？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即章内底记载着路加即个作者，伊写批予一个叫做提阿非罗的即个大人。即个提阿非罗伫咧原文内底的意思是讲上帝的朋友的意思。搁来伫后壁讲的即个大人，伫内底嘛是咧讲的，就是伫批信中间所尊敬的一个称呼。所以有的学者伊认为讲，这可能毋是咧讲一个人，这可能是咧讲规个整个信仰的群体，而且即群信仰的群体的人是一群上帝的尊贵的朋友。但是另外一边的学者更加较侪的人认同，其实这就是一个迄阵罗马的一个官，只是即个官伊是归信着上帝基督信仰的一个罗马的官，所以嘛因为安尼，即个提阿非罗伊成做路加甲保罗伫咧宣教中间真重要的一个帮衬的人。即位提阿非罗大人，伊对信仰的理解其实已经有真大部分的理解啊。所以路加伊只是透过编写历史资料的手法来编写耶稣伫咧即个世间传播福音的即个脚印，要来互即个提阿非罗知影讲有关即个信仰的片段，要安怎透过路加伊所写的即个批信连接做一伙。谁那路加要安尼做，要写即个批信，互即个提阿非罗大人。
可能毋若是为着要得到伊的资源，甚至是伊所提供的即个场地，互因聚会的支持那尔。阁有的人认为讲，伫咧迄时，路加写即张批信，要互即个提阿非罗，是为着要替伫受关家的保罗敲找官员的帮赞。这嘛是一个研究的过程中间，因为咧讨论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当咱咧看路加的第1章的时阵，伊真特别来讲到两对翁仔某的故事，一对是真老，无法度生囝的翁仔某，另外一对是还未结婚的夫妻的即个故事。即两个故事亲像拢真相像，拢是翁仔某的故事，拢是因所经历到上帝的启示的故事。但是这两个故事，煞有一段是无可能，另外一个是无应该的代志发生。咱拢知影第1章的时阵，撒迦利亚甲伊的某伊丽莎白，因是阿伦的后代，是伫圣殿内底服侍的祭司。伊丽莎白伊真老啊，所以伊一直拢无法度来生囝。天使对撒迦利亚讲：恁要生一个囝，叫做约翰。伊要亲像以利亚的气力，搁要行伫上主的头前。撒迦利亚转来甲回应，甲讲啥？哪有可能？你嘛无看我遮老啊！阮某嘛有岁安尼，对不对？另外一个无可能是啥物？是在圣女玛利亚受到上帝的拣选，成做耶稣基督的老母，这嘛是一个无可能。这短的两个故事，毋若是生理上的无可能，更加是伫伦理、道德、甲社会文化顶面的无应该。但是嘛是因为安尼，这两段故事，咱来显明一个，就是历史甲信仰之间的关系。历史甲信仰之间的关系，就是伫即个历史中间，做一切主宰的这位上帝，伊就是超越所有人认为应该、认为有可能、无可能的这个上帝。路加伊要表示的是讲，这个批示毋若是咧讲这个人类的历史那尔，更加是咧讲一个信仰的历史，是上帝参与伫这历史中间，伊所做一切计划的这个历史。所以伊并毋是一件一件代志安尼，像咧编年史安尼交代讲，今年发生啥物代志，几月发生啥物代志安尼。伊编写即个原点是伊自身咧观察讲，上帝伫即个过程中间，伊所要引带要做的代志是啥物，然后伊将遮重要的代志记录伫伊所写的批信内底。伫即摆的讲道内底，咱要继续来思考，为虾米伫咧使徒圣经内底，要特别来讲到讲，耶稣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林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这是今仔咱要来讨论的，为虾米伫圣经内底爱有讲这段，就是为着要来连接到耶和华上帝甲耶稣之间有神圣的关系，然后延续到即届的即个段落，是要来讲到耶稣伊成做人的人性，并且佮特别来强调讲耶稣伫咧历史上伊存在的证据。所以透过路加福音，咱来看到耶稣伫玛利亚即个家庭中间，有一个真非常特别的即个记载。这就是咱基督徒信仰的一个起点，就是咱所信的迄位旧约的上帝，道成肉体，要甲咱做伙来经历到人生所经历到一切的困难甲情绪。对伫耶稣一生所经历的这一切，咱来想看觅，玛利亚，伊敢有想过伊的囝会行去十字架的道路？我想吼，伫咧玛利亚伊咧受到天使的即个宣告的时阵，伊应该会想讲，我知影我的囝。当咱咧看迄个第1章的玛利亚的上赞主的即个诗歌内底，咱会当知影讲，其实玛利亚应该是知影耶稣要成做卑微的人的拯救者，要成做迄当时要拯救民族的一个救主的一个领袖。
但是伊可能慢慢拢无想到讲，耶稣煞是用惊是一个受人侮辱、受人逼拍、受人定死的方式来拯救所有的人。这对一个老母来讲，这是一个真毋甘，嘛是一定毋是伊所期待的一个方式。之前我实习的时阵讲到这段的时阵，我还未讲到，我当要讲到后壁耶稣受定死。我实习教会的青年讲，大声甲我喊讲，浩哥等下，你先莫讲。我讲为虾米？伊讲你讲落，阮着互你剧透，阮着拢知影后壁演啥物啊。阮圣经还未看到遐个啦。所以伊讲叫我袂使讲到后壁耶稣受定死，安尼因着知影讲结局是啥物啊。但是其实想嘛知影因自细汉伫教会大汉已经听几啊百届即个故事啊。嘿，毋过，所以我相信讲，可能大家对即段故事，就是耶稣受定死，然后出世，然后受定死即个过程，应该大家拢有真熟悉的迄个，所以我就直接跳过中间耶稣咧传道的过程的即个奇妙的故事，我要直接剧透到后壁迄个比拉多咧审判耶稣的故事啊。伫咧路加手中的一个比拉多，坦多咱有看到迄个经文内底讲啥物？其实比拉多伊毋是一个地意要互耶稣死的一个官呢。伊坦多圣经讲啥物？伊其实是想要甲耶稣偷放的，伊甲拍拍，想讲好啦，反正就有一个交代就好啊。所以伫迄时，其实比拉多伊只是一个面对人民的压力、软弱的官。所以伫23章的经文内底，咱会发现讲，其实比拉多伊无想要杀死耶稣，甚至是要找理由来偷放耶稣。伊伫迄时来问耶稣讲：你敢真正亲像遮的人讲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甲应讲：迄是你讲的。所以比拉多嘛认为讲：好啦，安尼我想你可能嘛是你无啥物问题啦，你着规去甲拍拍，着交代者着转去安尼。所以伊嘛想要来偷放耶稣，但是即个回应，遮个百姓敢有满意？无满意。其实我当时读经文，我想讲，安尼耶稣应该是伫迄个时代被人家延上，然后所被害死的一个那个领袖安尼。当然，伫迄个过程中间，遐圣殿的领袖甲遐个祭司啊啥物的，一定是想尽办法要操控所有正人的溃烂，要甲耶稣定死，就是一家。所以伫迄时，比拉多哥想要来踢皮球伊阁甲耶稣踢去互啥？迄时的分封王是希律嘛希律王。迄个希律早就想要看耶稣伊到底是啥物何方神圣啊，所以叫好啊，你来变一粒新耶，互我看看你到底有真正厉害无？但是咱拢知影耶稣伊并毋是啥物，伊也毋是魔术师啊，对毋对？所以伊当然袂要满足即个希律的要求。也因为安尼，希律嘛找袂到伊的空芳会当来家定死也是啥物的，所以伊讲好啊，算啦，佮踢转去互比拉多好啊。最后比拉多因为安尼，伊嘛无法度，最后伊就讲好啦，安尼人民你要安怎处理，你就甲耶稣带去处理安尼。也因为安尼，耶稣互遮的人定死就是一家。这就是道成肉体的耶稣。伊拯救世间人的计划，即款的计划就亲像我头拄所讲的，所有的无可能，所有的无应该，甚至是拍破所有人对伫拯救者的期待。这就是上帝的计划，这就是咱基督徒所信的信仰。咱也来透过路加福音来看见，互人失望，甚至是软弱的耶稣。来思考伫咧使徒圣经中间所记载的这段历史，互咱来思考道成肉体的上帝，伊的拯救的计划为虾米是要用这款的方式来咱来显明，咱来实现。迄时会将这段圣经放入去圣经内底是有几项代志要来处理。第一项就是要对抗迄当时诺斯底主义的迄个思想。诺斯底主义将上帝的神性甲人性分开做解说，然后因认为讲上帝的神无可能会变成肉体，
所以耶稣定的十字架，只是为着上帝要向世间人显明伊，然后来互世间人来认捌伊。即款的思想，伫迄时嘛是出自柏拉图的一款二元的一款思想的观点内底，可有来面对讲灵魂甲肉体分开的即个概念。嘛因为安尼第一项的问题，就进入到第二项的问题，就是道家肉体的神学的意义到底是啥物？拄则咱所讲到的即款的思想，直接否定耶稣道成肉体，成做替赎世间所有罪人的羊羔的即个救赎的计划，嘛否定道成肉体后来所带来救赎的效果是啥物？过来就是伊个否定讲耶稣伊已经赢过死亡的关系的事实，就是否定肉体会当来倚靠圣神来得到成圣、得到得胜的能力。所以咱会来讲，就是即款否定道成肉体的思想，伊其实就是咧破坏上帝救赎人类的稳定的一个事实。所以其实即种思想看起来、听起来亲像嘛是有一寡道理，但是伫即个中间，伊所延伸出来的问题，其实是整个是否定上帝对咱的救赎的计划。嘛因为即种的遮的犹疑、怀疑。所以伫咧圣经中间，嘛特别加上即个历史的人物，伊想要来证明讲耶稣确确实实是伫即个历史中间有存在过的一个事实。所以嘛伫即个中间，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等下点头就好啊，莫看别人哦。恁认为伫咧历史中间，真正有耶稣即个人的点头一个？好。恁感觉耶稣可能只是神话故事内底的一个人物来点头一个？好啦，莫甲恁看好啊啦。好，我搁要问一个搁较特别的问题啊。恁感觉耶稣敢是外星人？若是的，点头一个。其实伫网络顶面侪对耶稣的即个身份的即个研究啦。当然我嘛有看过讲耶稣是外星人，要来互地球的人有一个新的一个善的思想安尼啦。毋过当遮的拢是一寡，当然这是听故事听的就好。其实伫这中间嘛，虽然是安尼，足侪人为足侪方面来思考耶稣到底是啥，但是咱伫咧信仰中间，伫咧历史中间，咱嘛会当来敲碎讲，咱所信的耶稣到底是啥。所以咱要找历史的即个耶稣伫对，咱嘛毋若爱对圣经来找，因为圣经来找可能淡薄仔自费啦，因为这就是阮所信的嘛所以咱一定爱来找一个历史中间的一个记载。所以伫咧历史主后37年的时阵，伊差不多嘛是耶稣迄个时代的人，伊叫做约瑟夫伊是一个犹太人。伊所编写的犹太历史甲犹太的正史中间，拢有记载着耶稣的故事伊伫即个中间讲有一个有智慧的人叫做耶稣，伊有真水的行为，嘛因为家己的好品德，所以来出名。有侪跟对伊的人做伊的门徒，但是后来彼拉多将伊钉死伫十字架。迄时门徒煞无因为安尼去杀因的信仰，因为因讲耶稣3日了后因来显现，耶稣已经过活。因为安尼，耶稣可能是弥赛亚。因为耶稣得到名声的门徒，到现在拢无消息。这是伫伊的历史的迄个记载内底有写到一段有关耶稣的一个文献的记载。伊讲可能是弥赛亚，所以有的人认为讲可能即个嘛是有即个约瑟夫可能嘛是有共款，可能犹太信仰啊，是讲基督信仰的即个迄个历史学家，所以可能这是较正面的安尼，咱来看较负面的，因为有时阵伫咧，咱咧看一个历史的人物的时阵，咱毋若干那爱看正面的，若是拢是记载正面的，可能是人逐个讲好，逐个写的嘛，对毋对？毋过若是有人嘛咧骂即个人安尼代表即个人可能真正有存在过，对毋对？所以传道阁找到另外一个人。
伊是算是一个真伟大的历史学家，是罗马人，伊叫做叫做啥物名？我看一下，塔西佗。塔西佗这个历史学家吼，伊是一个罗马人，伊出生嘛伫差不多主后55年，就是大家敢知影圣经内底耶稣基督徒后来受迫害有一个尼禄有无？尼禄皇帝伫咧迄个时代的人。伊并毋是基督徒，所以伊所编写的即个历史吼，对耶稣来讲是淡薄仔负面的。伊的历史是安尼讲的，伊讲吼，伊伫伊的编年史的中间第15卷第44章内底有讲到，讲尼禄皇帝迄时对基督徒的迫害，将基督徒等入去迄个狮，迄种等互狮来食，竞技场内底迄种狮来食。然后，佫将侪的基督徒钉死伫十字架顶面，然后用点仔甲就是沥青吼，甲淋伫遐基督徒的身上，然后点火甲因烧。遮烧死遮基督徒的灯火，会当照光整个城市。恁着知影，迄当时的基督徒面对着偌尔啊恐怖、偌尔啊强迫的遮的迫害。所以伫即个记载内底，伊讲到遮个基督徒受尼禄皇帝迫害的过程，伊嘛搁来进一步来讲到遮个基督徒的创始者就是耶稣。但是伊互迄个时代的代理官本丢彼拉多来处死，即种有害的迷信，一时，等下我定讲。伊讲吼，耶稣的即个所带来即个信仰是一种迷信，因为尼禄皇帝的压迫吼，受到一站的即个压制，但是无偌久，佫流行起来。这就是塔西佗对耶稣甲基督徒的一个较负面的记载。伊认为基督信仰对迄时的人是造成混乱的迷信。但是当咱咧看两个历史学家拢有记载耶稣甲基督徒的过程的时阵，咱会当发现讲，安尼耶稣甲咱遮的基督徒、遮的门徒的故事是值得咱来相信的。总是咱会当来看到伫历史中间，耶稣确实存在生活伫即个世间中，伊透过伊的性命，成做一件世间人拢无法度来理解的一个代志。所以使徒圣经，伊亲像甲迄个路加福音安尼的编写的手法共款，伊是要互人来自信来看见。道成肉体的耶稣，伫历史中间是真做上帝为咱世间人所做一切美好的计划。所以透过本丢彼拉多，伊一个真明确的一个历史的人物，来确定讲迄个时间点，就是耶稣存在过的时间点。嘛，伫即个中间，佮加上伫信仰的角度来记载，表明耶和华上帝要怎样透过圣神。竞选在圣女玛利亚，然后成做耶稣伫咧世间上的老母，并且来记载讲耶稣钉死伫十字架死佮落阴府的过程，表明一个肉体的死的结局是啥物？世间人来显明就是出伫上帝所计划完整的一个生命是怎样开始，然后怎样结束的。这嘛是互甲咱讲的，就是。今日着圣神顶头生的生命的咱的生命嘛会当亲像耶稣的生命共款，行出咱一生上帝对咱生命的呼召甲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可能毋是正人所认为成功的道路，可能是拍破正人对咱所期待的一条道路，甚至是这条道路是受人侮辱攻击的道路。这拢是咱每一位基督徒应该爱决意来对耶稣行的一条道路。所以耶稣伊透过伊道成肉体的一生，是世间人来表明一条软弱、卑微、受侮辱，佮无合伫正人期待的一条道路。伊卑微出生降生伫马槽内底。伊软弱受人捆绑，伊受侮辱，互人鞭拍、配喙烂。伊甚至伊无合伫门徒对伊的期待，
伊毋是要用政治的方式，也是更加用武力的方式来推翻整个的政府的政权。伊嘛毋是要改变罗马政府，伊要改变的是世界，伊要改变的是人的心。所以，即款的力量对现在在座坐伫遮的咱，是毋是一个真大有气力的一个能力？即款拍破众人期待甲完美的主义的即款拯救的计划，其实嘛，互我来想到讲咱的世界是毋是一直拢要求众人拢爱安那，拢认为爱有一个真完美的一个价值观。伫咧华人的社会中间即种要求完美的一个思想，其实是更加严格我最近咧看一本册，叫做《羞辱创伤》，伊咧讲的就是咧讲较早伫咧华人社会的即个教导的方式定定拢会用一寡较羞辱的方式，也是讲较比较的方式来讲来教导囡仔，激励家己的囡仔你爱较上进的安尼。比如讲较早拢会讲啥物，嘛毋是较早啦，其实一直到现在可能拢有即款的状况。伊就讲，哎哟，大家拢考遮好，为虾米伊就拢考遮烂？大家拢考100分，谁哪你考99分？大家拢遮瘦，谁哪你遮大颗？我咧讲我，是讲有时阵拢定定拢讲奇怪别人的囡仔拢做会到，谁哪你做袂到啦？亲戚你无看你迄表小弟读遐好的大学，你读对安尼，就是拢用即种比较的方式，想要激励家己的囡仔讲安尼伊会较努力安尼。其实即款的方式，连我即种面皮足厚的囡仔嘛有受伤过呢。所以大家应该嘛有即款受伤的经验啦就是大家拢会，咱会伫即中间失去侪的气力甲信心啦。因为其实伫迄阵的我会感觉讲，无论我怎样努力，怎样拍拼，永远你拢会摕一个比我较好的人来甲我比较。所以我永远拢无够好，我永远拢无够完美。所以有的人可能会真认真来追求即个完美，然后伊真正成做一个真完美、真好的人，真有成就的人毋过像我即种较懒惰、较不求上进的，可能就你骂我啊，没关系啊，可能就较不上进安尼。所以伫即中间，就讲有的囡仔会因为安尼完全失去来信心，然后感觉讲安尼我就是无够好，我安怎努力可能拢无法度甲人比。可能无论我做啥物，拢比袂过别人。反正我读册安怎读你拢感觉我无读。有侪即种声音的出现，然后即个囡仔的自信心甲气力完全的消无。总是当我咧看即个经文，看道成肉体的耶稣的故事过程，我想起讲，其实耶稣嘛无满足伊厝内的人、伊妈妈、众人对伊的期待呢。但是耶稣伊道成肉体的即个拯救的计划，煞是激励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咱一生可能拢咧追求一个完成别人的期待，咱一生可能想要达到完美的一个状态。但是咱当咱只是发现讲，耶稣伊道成肉体的即个拯救的计划，伊所咱来展现的是一个受侮辱。是一个软弱，是一个卑微的一个过程的时阵，这其实嘛咧帮助咱安怎？咱来思考讲，到底咱要所追求的，是要继续成做一个完美的人，还是要成做一个完成上帝命定的人？咱要成做一个追求众人的期待，也是要成做完成上帝对咱期待的一个囝儿？咱做伙来祈祷。道成肉体的耶稣，阮实在感谢你。你透过你一生所受到的一切的侮辱、批判，你愿来显明一条新的道路，就是讲，阮无需要完美，阮嘛无需要真坚强，阮嘛无需要符合所有的人的期待，因为阮只想要来。将你的期待伫正伫阮的生活中间，愿阮的生活真正合伫上帝、合伫耶稣你对阮的期待。嘛求你来帮助阮，透过你的恩典来扶持阮的软弱，透过你的疼来医治阮过去的伤害，
帮助阮无需要做一个完全的人，但是阮要做一个甲你相像的人。阮想要来做一个甲你共款的人。当你道成肉体为阮显明，阮会当做怎样的一个生命的样式的款式的时阵，我嘛愿意来跟对你，来学习你，伫阮的生活中间，将阮的生活哪来哪亲像你。求你看顾保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透过圣神伫阮心内时刻的提醒、甲引带、甲安慰，帮助阮每一个人。真正是哪来哪体验，诚做你的囝儿是偌尔啊水的一件代志。阮将一切拢荣耀拢归伫道成肉体的耶稣你的身上。安尼祈祷，阮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咱三甲来吟诗，圣诗第615首，伫主内面有喜乐。圣诗第615首，伫主内面有喜乐，咱着甲伊结连。伫主内面有平安，咱着甲伊结连。虽然烦恼苦楚我。亲像针咧插，踮伫主，咱心内充满大喜乐。请起立来吟。因主在面有喜乐，咱着甲伊结连。主内面有平安，咱着甲伊结连。虽然只有针的草，踮伫主咱心内充满大喜乐。主内面有平安，咱着甲伊结连。主内面有毋茫，咱着甲伊结连。大风随长空来迎咧波。心内充满伊平安，伫主内面有我命，咱着甲伊结连。伫主内面有我，咱着甲伊结连。请坐，下面咱三个来奉献。
下面我来报告。伫报告的头前，咱来念今仔日的经句，请道成肉体，徛去伫咱中间，有稳定甲真理满满，搁捌看见伊的阳光，亲像道生囝伊所病的阳光。啊，福音第1章14节，搁一解，道成肉体，咱的中间有稳定甲真理满满，搁阮捌看见伊的阳光，亲像道生的囝对爸所得的阳光。约翰福音第1章14节。下周圣光分担，领唱赖允如长老、司礼张益成长老、司琴黄慧谦弟兄。献诗是相互团契，书献是张景伦执事、谢一宏执事、交代张景伦执事、林崇慧吉麦、音控曹明祥执事、张信群弟兄。拜三的查经祈祷会经文是《撒母耳记》下卷第24章，主理是李传道，司会是黄黄长老。主日的台语礼拜经文咱家己来看，主理是张祖敏牧师。教会消息报告：拜三查经祈祷会，线上群组对2月开始改伫文山教会会友的群组来进行。咱邀请兄弟姊妹拜三暗时8点共同来参与，就亲像当年伫马可楼同心合意的祈祷。第2，司会训练2月25下晡1点伫地下室举行司会训练，请全体中级甲司会有兴趣、服侍有兴趣的人，会使来参加。咱伫1楼柜台有填写报名的表，嘛有备迄简单的午餐。第3，咱修订目沙路的牧师馆的使用管理办法。目沙路牧师馆对去年8月转对变成李传道的家庭来大的使用。小会2月7号增加管理办法第2条，咱公布伫公布栏。第4点，奖学金的申请成绩符合标准，国中80分，高中级大专有75分。咱伫3月10号进前，上成绩单正本交干事，申请表伫1楼柜台。主理的2月25号，咱邀请泰雅尔中会的司马县教会张祖牧牧师来请安正道甲卫衣，即马要建转来募款，请兄弟姊妹关心大道。第6点，儿童主日学的通知，主日学感恩参会伫本周主日中午12点伫地下1楼举办，感谢同工伫去年的共同付出。第7点，儿童主日学才艺班要开课，课程有手作班、桌球甲新增积木班。要伫3月3号到6月30号来开班，咱报名会使去1楼柜台填写。以上，今仔日敢有新来的？平安，
好，咱今仔日新春了的礼拜吼，新春了的第一个礼拜真感谢主引带就侪人来到咱的中间，第一届伫咱教会来甲咱做礼拜，吼，还是讲咱可能久拢无见面，所以即个时阵我为即边开始来介绍吼，即边有开始是第五月对吧？第五月姊妹甲伊的甲伊查某囝，伊的查某囝带伊的先生，甲伊先生两个朋友，吼，甲咱组织来聚会，来，咱请伊拢站起来 ，Welcome， Yeah，Welcome come to our church。好，所以因真欢喜哦，因可能是过年转来过年吼。好，那过来伫咱的即边有一位迄个咱浩哥离校传道的朋友吼，对无吼？伊顶届嘛有来，可能是无介绍到，咱不要紧，咱新的一年咱搁一届新的介绍吼。刘月华对无吼？刘月华来，刘月华弟兄，哈，伊住伫咱木星路吼，木星路的三段。伊是咱的礼传道的朋友吼，那真欢喜你今仔日来遮甲咱组织，佫有咱有一对的夫妇对无？吼，应该是一对的夫妇吼，洪文玲姐妹吼，甲冯佑光弟兄吼，因嘛是因即摆已经是基督徒，但是还无固定的聚会所在，真欢迎你来遮嘛，期待恁会当侪时阵甲我来做伙组织。好，以上今仔日咱真感谢主会保守，咱有侪人来到咱中间，甲咱参加来做礼拜。好，以上介绍。煞来，咱用平安礼来互相关心，来互相问安。咱做伙来吟煞要变诗396首，当要煞回求主赐福。吟诗煞声，科目书咱为
咱正道来祝祷。那要山尾求主赐福，祝愿心中上快乐。全家人前来有情，欢喜润水主脚步，地主脚步，地主脚步，天过空野出绝路，天光远平贵主生命，总愿心志要行行，一日愿无做修行，心地为主做见证，做主见证，做主见证，无论倒去做光灯，为阮行对愿做去，所受灵魂那家己，阮的心是叫主帮助，那久那在阮无限，阮的无限，阮的无限，不能充满通世间。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喜乐，主耶稣基督带来五万救赎，信心的扶持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别倒。咱礼拜到这个所在，愿上帝祝福大家。